讲到恐怖分子，你真想要想到乜嘢呀？伊斯兰国可能会係其中一個答案。對2014年6月的建國過後，見到大把嘅行通，全世界嘅人都驚嚇嚇嘅，當上人都啲嘅問，見到想要做乜嘢呀？做乜嘢會按你刺人咯？雖然有一部嘅台灣嘅新聞冇按注意其他單位，不過伊斯蘭國大量嘅問題忙是聽過。今日就請同文強下的了解，也嘅一定重要嘅國際議題。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熊一輝，我是小主播張文韶，我是小主播文子，我是小主播臭梅。大家好，我是新來的小主播馬克。歡迎收看2禮拜嘅社會史 K 譜。觀眾朋友發現，2個禮拜社會史 K 譜請中動心態。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為什麼這麼多人？伊斯蘭國。臭梅，你有什麼表情？為什麼講伊斯蘭國的表情？因為伊斯蘭國啦，算一下動業術嘅主題。是為咗了解從那個研究國小學生啊對伊斯蘭國第一的幾多事情，做一個調查來看一下。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兩個國家係用辦到的，所以先來看一下2個禮拜社會大議題。也按定一樣嘅處決方面，唔聽從有看過，加到就係按多年來動有名嘅基金組織 ISIS 伊斯蘭國。來年會建立一個極端嘅伊斯蘭國家。冇錯。加到用副種行頭，想要建立一個對東片的成功，到西片的摩洛哥，北片到哈薩克，南片到肯亞國家，有幾個政府醫療韓國教育內套，韓國底下統治其位地度嘅人，造成天族都會係真正富強阿拉穆斯林。另外加到嘅天意就係美國代替為西方世界。美國，佢哋能唔會攞美國對抗呢？一個股愛講咗2001年的911事件，中東有一個很多怪胎的恐怖組織，認真複雜的歷史元素，用比樣機去創嘅美國紐約的寺廟樹塔，直至到有3000人上人死亡。因在亞天時期，美國展開嘅全面的反恐戰爭，加到前幾個國家包含未支持怪胎組織的伊拉克，加到嘅總統海山本人出嘅國家開始亂糟糟嘅。古早伊拉克有一群伊斯蘭教嘅信徒，決定要發動反恐行動來對抗美國，也就是擁有伊斯蘭國。下後，赴去年嘅敘利亞發生了內戰，有當到嘅伊斯蘭教徒就喺戰亂當中加入俾伊斯蘭國，加到嘅石頭咪就見來見太。佢哋上來有幾多年咯？有專家暗算，伊斯蘭國嘅成員已經有33000人卡加，也地度除了伊拉克人同敘利亞人，還有一道係對西方世界來嘅伊斯蘭教徒。加到認證宗教同外表啲後面本人看唔起，無法度勇敢嘅採體嘅身份。認證東部嘛又有元素，加到就加入俾伊斯蘭國來做聖戰士。韓國話除了人動到，加到嘅錢未動到喎。伊斯蘭國至少有20億美金嘅資產，係全世界最有錢嘅恐怖組織。加到嘅財產係去創銀行，皇家認證嘅數據，就是有金，同其他數保護費也有落益。戰爭帶來嘅元素又會引發另外一場戰爭，也緊發生，按組成嘅方面，沒有停下來結束嘅意義冇呢？是因為伊斯蘭國係一個動態、動嚴肅也動複雜的問題，所以就節目現狀，你這個無法度處理，當然是為大家繞上到兩方面的專家。這禮拜留在你社會史 K 譜的類似軍區太后阿拉伯義務後呢劉崇傑劉教授教授您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這禮拜討論一下主題，首先我想先請教教授一下，我們稍微看了一下大家對伊斯蘭國基礎的認識，那我們為什麼要談伊斯蘭國呢？我相信在小主播
可能他们现在才国小、国中，到他们大学时代，这个议题可能都还会存在。意思说，伊斯兰国会一直维持到至少到10年之后。对，来，我们从地图开始了解起，好不好？老师，这张地图是关于好，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是浅绿色跟深绿色这些都是穆斯林啊，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所在的地方。那今天在2014年6月29号，伊斯兰国成立，他们说他们宣布成立的时候，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就是所有的穆斯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不管浅绿或深绿，都要变成一个国家。告诉讲的穆斯林，讲的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全世界的穆斯林有超过10万以上人，卡在世界人口的23%，相比新基督教人少听听。这个是目前伊斯兰国他们自己说，在叙利亚跟伊拉克他们所控制的那个地方，差不多95000平方公里，台湾才36000平方公里，所以他们现在控制的地方比台湾大2倍半以上。他们领土建那么大，就是说所有穆斯林，那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对抗谁？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穆斯林都受到西方的压迫，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西元7世纪的时候，先知穆罕默德在传递宗教的时候，他们控制这么大的地方，只要是穆斯林的地方，大家都应该在一个统治者，就是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去对抗西方。那不会被欺负。到底老几个穷人年纪，嗰時候學生讓人班上伊斯蘭國咧，先嚟看下下邊呢一段訪問。恐怖攻擊、發動戰爭、按主產的事業，先本地州嘅伊斯蘭國家下都可能到也到安定人間方面。上來安度嘅同學很用嚟看伊斯蘭國的呢，也就嚟談看啦，佢哋嘅想法。是一个打打杀杀的国家，我觉得他们很暴力，心里感觉会很害怕。脑袋第一个图片就是大炮那个子弹打来打去，可能是逼别人信伊斯兰教吧，就只是想要让其他异教徒信自己的宗教。我就是基督教，我就很担心 SS 来那个叫我一定要信伊斯兰教，因为我就是基督教，我很在意。係講做哋問伊斯蘭國的成員一個問題，同學我想我問乜解呢？就是你為什麼要強迫別人去信你的宗教？假如說伊斯蘭國，他想要讓這個教比較受到人的喜歡，那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你看到嗰時候嘅學生啊，如果成日問題嘅時節，佢哋要回答，除了講伊斯蘭國除了當這之外，哪一家佢哋要描寫地點寫對了宗教有關。所以第二個問題來張一燒，大家想要了解的是什麼？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教有什麼不同？這一點哈，張一燒，我記得你去過清真寺，對不對？就訪問過教長，你能不能說出伊斯蘭國跟伊斯蘭教不同的地方？我記得教長有說伊斯蘭教是那個有那個古蘭經，可是它裡面沒有說是可以殺人，可是伊斯蘭國就反悔了那個教義。那文子對你來講，現在你一直聽到伊斯蘭國，你也會直覺想到它跟伊斯蘭教是一樣的嗎？一開始是有，但是經過我查資料之後，伊斯蘭國它是想建立一個國家，但是伊斯蘭教它是一個教派，然後伊斯蘭國是比較激進的。老師這樣子的解釋，兩者綜合在一起，回答這個問題了嗎？其實部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伊斯蘭教是在西元7世紀的時候，他們的先知穆罕默德傳遞的一個宗教，他們崇尚是和平的，所以大部分的所謂的穆斯林，他們都認為伊斯蘭國是違反教義的，他們全部都站起來去譴責他們，說他們的那個方式是錯的。來，除了兩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比較多同學想要了解。為什麼伊斯蘭國要這樣殺人？他們這樣殺人，其實有很大的用意是威嚇，他們在打仗的時候，對方會害怕。一個例子就是說，像去年2014年的時候，6月多，他們打進伊拉克第2大城的時候，他們其實真正只有800個伊斯蘭戰士去打那個城市，那個城市有2萬個。
政府军队，而且是有配那个武器的政府军队对抗他们。可是政府军队为什么会怕？因为在网络上面，他们就放出说他这样杀人方式造成阿兵哥会害怕，我只要被他抓到就会死得这么惨，人头落地。对，所以只要他们一打来的时候，一听到他们来的时候，所有的阿兵哥全部都跑掉了。所以就那个第二大城就这样整个就这样非常快的陷落，所以他们这个东西是用宣传的效果非常厉害。像我们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一些他们的画面，对，他们都会载下来。那如果看了之后，本来有想要加入他们的人，会不会看到那个新闻之后，或是那些血腥的标题，他们会不会更有兴趣想要去加入那个派别？那这是不是又是媒体的问题？其实他这样一开始杀人的时候，杀那些英国和美国记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观察到，造成更多一波年轻人进入到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因为他们觉得以前我们都是被美国或者英国欺负的，现在我们终于伊斯兰国帮我们出气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英国、美国、法国这些人，这些国家，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利益，他们因为中东有非常多的石油，他们为了要宰制这些石油，所以他们去控制了这些所谓的贪污腐败的政府。那贪污腐败的政府为了要求生存，他们都听西方政府的话，所以他们没有去照顾到人民，造成人民的生活辛苦，就会造成年轻人会更讨厌政府，又会加入伊斯兰国。那会不会有那种很高材生的年轻人去参加伊斯兰国？都有，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勒巴格达迪，他其实是有博士学位，他有伊斯兰法的博士学位。很多人他们其实在欧洲，他们也有所谓的那样，在英国啊，在法国，他们是有大学啊或者硕士的学位。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刘教授为我们的介绍，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什么是伊斯蘭國。當然，對伊斯蘭國還有三家係主要偏見啦，西方人現象到底係哪啲？我先了解下，啱住進來。约旦有5000名清洁工人，从今年开始要换上新的制服，由橘色改为青绿色。因为他们原本的制服全套都是橘色的，容易让人联想到伊斯兰国杀掉人质所穿的衣服，其中也包括约旦机师卡萨斯贝。所以约旦当局说，更换制服是要回应民众的诉求，并对机师家人表示心意。洗下茶，我一下要夾夾進來喲。照教育部資料顯示，15年來總共發生214件諾貝爾就業批教研發生事情，國際還卡有78件案多，可內出教研安全管理有動態嘅問題。青檢基金會進行調查咪發現，有漸漸咪設上嘅學校嘅門禁冇乜嘅管理，唔單止唔是完整件，也唔是老拜訪嘅對象聯絡，有嘅學校還冇禁閉室，門禁唔上乜嘅管理。是知道成年人嘅安全受到威脅。主題台南市高雄市田徑嘅疫情未見來嘅嚴重，在高雄市政府統計，現時有7個行政區同時出現2種病毒，民眾車位度出現田徑嘅風險增加當多。香港每啲學校發現自成年，現時已經有10間學校要求本年講愛法，都加強防疫。高雄市政府也講會補出300萬元來同各學校聽防疫。2015年2月咧，3名英國籍嘅西漢摩耶離開國家，加入嘅伊斯蘭國，連家嘅國家人都無法度接受這件事情。My sister was into any normal teenage things. She used to watch 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and stuff like that. So I didn't. There was nothing that indicated that she was radicalized in any way. Not at home. 伊斯蘭國有名路宣傳，向一到世界各地嘅後生人來加入。沙來劉教授做來分析，家到做乜嘅我去加入伊斯蘭國呢？我哋今日聊節目時，教授講嘅唔單淨係伊斯蘭國加入，佢哋掌握去加入伊斯蘭國。英國有319歲嘅小妹也就去加入。到底同學們怎麼看待這些年輕人也跑去加入伊斯蘭國這件事情？我們是不是有透過圖畫的方式來呈現？來，這張圖是我們的小主播阿寬他畫的吼，你們怎麼看這張圖？
他画的是这3个黑心的人。同学觉得加入那个伊斯兰国的人都是有问题，就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所以他用这张图表示这个意思。我同意，就是因为会加入伊斯兰国的人，我认为是精神方面有问题。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是那个利益的问题，或者是被迫加入。老师，我们可以去假想怎么样的人会加入伊斯兰国吗？这是有可以归类的吗？其实会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大部分是在整个社会里面算是比较被排挤，或者他在社会里面没有任何资源的人，他比较容易被号召。那不见得说一定是有精神问题的人才会加入伊斯兰国。被压迫的人会加入伊斯兰国，这个问题如果比较贴近我们的话，是不是像是我们班上同学被排挤啊，他会加入那个伊斯兰国，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说你是什么样的东西被排挤。像在欧洲国家，是因为大部分像英国、法国的话，他们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那这些我们刚刚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那3个人，其实他们是穆斯林的家庭。那穆斯林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很多都是第2代、第3代的人到那边。那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很可能被同学，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同学，去排挤他们说啊，你的生活啊，你的作息啊，你还包着那个什么头巾啊，你跟我们不一样啊，就开始有可能语言霸凌啊或怎么样。那他们在被霸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啊，今天就是西方的这种主流社会主流世界那个压迫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到那边去打倒那个主流社会，所以就有一堆人这样很容易被号召。其实老师在讲的同时，我们讲到跟伊斯兰国并存会出现的西方社会，那最主要就是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第3次的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那这一次是一个他不承认的国家，就是伊斯兰国。我们听一下奥巴马当时怎么讲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9月11日正式同伊斯兰国宣战，限第9月25日聯合國大會後，為全世界強化的介入亞重戰爭。The only language understood by killers like this is the language of force. S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work with a broad coalition to dismantle this network of death. 一路以來，美國都會用正義來做口號，同其他國家宣戰。不過也不會係為真相咁有咁簡單嘅。奥巴马对伊斯兰国宣战，没有这种冲突，算是一种2元的对立。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对美国跟伊斯兰国这种对立，用图画的方式来呈现。来，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小主播秀秀他画的，他就是在解释同学们想的是美国跟伊斯兰国是正义对邪恶。对，所以大老鹰是吧？是大老鹰吧 ？USA 美国的象征，然后。这个不知道是恐龙还是猪还是小鸟，就是伊斯兰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2位同不同意这样的比喻？美国就是正义，伊斯兰国就是邪恶。我原本是同意，可是刚刚上一段文字跟教授对话，所以有点改观。还有学电影的影响，像是美国队长，是美国队长，还有美国的一些电影。都是美国人是好的。对，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在研究中东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说，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说从这个时段一切为2，那好像美国就是好的，或者伊斯兰国就是坏的。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伊斯兰国其实会兴起，你要不是当时有美国的支持，有沙烏地的支持，有科威特、有阿酋大公国的支持的话，今天伊斯兰国不会变成这么大。可是美国今天会反他，是因为觉得说，你现在已经变大了，你都不听我的话，我担心你以后都不听我话，所以我现在要把你打掉。所以美国在全世界的事物里面常常都是这样。他们都是一开始先考量自己，那去拐这些所谓的中东的统治者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你们要不要那个东西？那统治者当然觉得为了自己的生存权，他当然要听美国的话，说你叫我做这个，那我做。所以我们常在说什么叫做对或错，在中东事务上面，这个分界非常的模糊。对。然而，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美国又常常采取一致的手段，在最后的时候，他们就是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我们看到已经有2-3个例子了。就是同学们对于战争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手段吗？他们又是怎么看待战争？我们听一下同学们的讲法。我反对战争，因为会死很多人。我觉得不适合用战争来停止，因为这样子万一他们打输的话，这样子那个战争会越来越大，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去打，然后就没办法停下来。我不太确定要不要发动战争，要不然会伤害到很多老百姓。可以试着去谈判，然后可以去减少歧视的问题。如果真的必要的话，可以，可是规模可以尽量小一点，不要波及到太大的，对民众有太大的困扰。虽然也其他同學提出嚟對戰爭嘅想法，不過因設置新聞嘅50位同學，也當中有23%人按到係支持愛打戰來解決伊斯蘭國嘅問題。不過按嚟做咁正經有效係。我们的这个小欧们自己也画了，就是他们用图片来呈现怎么样对付伊斯兰国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的小主播 JJ 画的。你看，就是同学们觉得打仗可以解决事情。其实我们会说战争有没有用哦？如果说从1990年代我们看到盖达组织到现在还存在，已经多久了？宾拉登被杀死到现在还是有盖达组织，所以我们在看说，真正如果那个美国或者西方对伊斯兰国发动战争的话，我们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你死10个，可能后面还有20个人会加入。你只要那个我刚刚说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一直在的话，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加入的。tom如果是你的话，你赞成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吗？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你现在跟伊斯兰国要对抗了，你会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会想要用沟通啊，可是我也想问教授，他们这么冲动，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我觉得伊斯兰国会不会我派一个信差去就被砍头了，还跟你沟通？那我觉得，如果说以这个沟通的方式是不太有机会有达到任何和平的机会。那你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件事情慢慢减缓？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如果说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有钱了，都有找得到工作了，他们有需要去绑自杀炸弹吗？所以是要整个社会是要公平，要让年轻人有希望的时候，那个大家不会去支持伊斯兰国的时候，才有可能伊斯兰国影响力慢慢消灭。我要请问一下教授，伊斯兰国它除了会对美国、英国攻击，还会对哪一些国家？还会对哪些国家？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他是不是担心台湾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目标之一呢？目前来说，我们台湾应该不是它最主要的范围，不是它最主要的攻击范围因为它现在它的最大的目标还是认为说是美国跟欧洲国家。那所以我们台湾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说整个台湾社会也没有去压迫所谓的穆斯林。台湾目前我们也有穆斯林，可是我们也是尊重不同宗教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压迫他们的话，他不会觉得说他要来救我们这些可怜的台湾穆斯林兄弟。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的状况是还好。我没有放心了，我们有一起攻打伊斯兰国吗？站在美国那一边吗？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会被伊斯兰国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它一个101来炸我们101的那个动画，那个就是最主要就是当时我们就宣布说我们要跟美国站在一起反恐，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台湾政府不要这么大肆的张扬说我们是反恐，我们是反伊斯兰国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没有这么危险。所以有可能，但没有那么危险。对，因为他不会以目前来说，他不会把台湾当成首要的目标。OK，
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非常感谢刘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多大马嘅日斯兰国。所以看睇20嘅節目南白，你係要記俾老人家少嘅日斯蘭國嘅，你話樣板來講咧。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係那精彩生活時間鋪，下晝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到禮拜日當早的12點，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時間鋪，希望大家記得大家禮拜六、禮拜日都要準時。我發現很多小朋友會把自己跟書中的主角做一個對照或者連結。我曾經被同學排擠過，因為那個時候意氣用事，然後同學就會聯合排擠我。在那個時候過完最後的那1年半，就是脫西的任務，也是我的任務。